海大学主办的全国智慧制造大数据分析的比赛，今年的总奖金提悬到300万，欢迎国内大数据的分析高手参加比赛，提奖金。 由行政院科技会部办公室和教育部共同指导，东海大学主办的全国智慧制造大数据分析竞赛，这几年受到好评，今年嘛特别扩大竞赛规模。学生用这个业界的真实的数据来进行这个智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竞赛。 参赛对象分作企业和研究机构组，还有大专和研究生组，主要是采取初赛和决赛两阶段来进行。这几年的比赛，学生的反馈都是能够借由真实的数据来对他们平常所学的这样的理论来做一个验证。活动报名到28号，总奖金嘛提悬到300万，欢迎大家做伙来参赛。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轩。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